新德县内有24间国小，高达有100年历史。文化局和中华文化协会100年小学文物调查团队，利用3年多的时间，收集这24间100年国小的这个史料文物，也个具相片，这珍贵的资料也当咧新德展览。 100年小学主题展览现场特别布置成教室的模样，除了有珍贵的老相片以外，还有过去使用过的课本甲文献记录，让时代想起过去细汉时读册迄段日子。那个时候，娱乐的项目也不多啊，所以玩具这些啊，好像躲避球啊，还有玩那个小动作玩具啊，那都自己做自己玩，那想回忆是非常美好的。 他在跟校长，不要老校长谈了一下哈，大家笑哈哈的。看到课桌椅啊，出去玩呐，啊，不管书读得再好，一定要被修理。新德县目前87间小学，其中有24间已经有100年的历史。展览工作团队用3档外的时间去拜访这学校，收集资料，甲台湾教育体制变迁，利用主题展览。 呈现在大家面头前。每一个学校，我们就想要找一本他们的严格啊，有些学校就保存得很好，但是有一些你就发现东西都被重铸了。好，我们曾经还是觉得说，这个重铸的花样还蛮美的，可是你就知道说这些文件，如果我们不把它数位化，那将来这些就没有了。 对于现在的孩子呢，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展览，让他们知道在早期新竹县在教育，就是在学校里面所发生的点点滴滴，而且可以透过非常多的一些文物呈现新竹县在教育上面所耕耘的一些成果。谁要去这种书房上课啊？有没有看到？就是把老师请到有钱人家，会把老师请到家里啊，或者是在那个乡镇的庙啊，借一个地方啊，就在那边上课。 透过导览，老师甲囡仔小解过去，老师是安怎上课。新德县100年小学主题展览，除了让囡仔来了解台湾教育的演进过程，时代在这摆档回想过去做囡仔的时阵，国校的生活。记者杜文和新竹报道。